好，咱开始。好，来好，上迄段上尾迄段，嘿，伊的爸母看见日直直看见日直直暗，要应该是日要袂直直暗吼。日直直暗，所以日毋免变调，嘿读分调，看见日直直暗，要袂倒来就也火斗去遐找，火斗是火斗，毋知我嘛捌咧听人安尼讲火斗。是火的啥物斗啥物物件？咁就是斗就是度量迄个斗。哦啊，毋过火斗是为虾米会讲是火斗？迄个斗，嘿嘿，所以我嘛毋知，我毋捌听人安尼讲。好好来查一个火斗。火斗。迄个腔口差吼，可能无共哦。诶，好，用哈。第二段已经好啊，进前咱敢已经有一段时间拢无乱切扫描，系啊，今仔日看起来就真正常啊。火斗，我拢无啊。哦，来找台语看觅。找台语嘛是无。火斗，拢是第二声对啊，拢无。系啊，足奇怪。伊家己发明的。系啊，火斗，毋知。真好现火斗。对啊，好人用汉语查看有。我个看觅伊敢是。嘛无。斗就敢若迄个斗尔，无别位，无啥物。系啊，啥物别的意思？嘿。我看斗，敢有其他的斗？火斗。对啊，就敢若即个斗尔。当然无可能写啦吼，火斗。应该是即个斗。甘地顶。敢佫有别字斗？无火斗。你若敢若找斗，敢有找着？我看觅吼。斗应该是讲安尼斗，安尼。但是，哦，好来看觅即个找法。后斗、目斗、里斗、大面床大斗、水斗。有一个火炭斗，啊，毋过就是一个斗内底底火炭。所以毋是嘛吼。系啊，迄个感觉毋是会使压的物。有可能是就是即种讲法啦。火挑火炭的斗。迄个挑是啥物意思？挑敢就是地的意思。挑，等下吼。挑，等下我再来甲你讲，迄个动词要哪用。好。但是挑OK，毋是即种，这是挑火炭的斗。我等下甲你讲啥物意思吼，稍等下我看，佫有别个火斗。我看。两斗。
也感觉就是这个花炭豆是就接近上接就是近上可能的，就是俩雾豆，不到，雾豆，对，哦，到嘿，好来挑花炭的豆吼，会挑，嗯诶，伫度后一只吼，来先来看这个，嗯，伫倒位啊？叫做花炭豆吼，是花炭豆，啊都无看，有看到花炭烫，应该就遐附近应该有花炭豆，嗯嗯，也有人花炭人，花炭人啊，诶，他去我逐个他拢原本拢去，找无是对啊，应该爱有，是发生我看卖，啥物代志？食啦，食花炭豆，呵呵呵，无解水咧，哈哈。米多里，史密托里，感觉就是查厝，看觅。有迄个厝，感觉就是摕花炭的意思。嘿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嘿，就是要摕出来的意思。挑就是摕出来，吼，挑呢，这个动嘿，作呢，挑这个动作，小等下是来看这个有这个物件无吼？嗯，斯密托里，斯密托里，嗯，斯密托里，无。诶，但是我用汉字个真正个有。哦，哦，嗯 OK，这是斯密托里啦，这日本人里的斯密托里，就是嗯，堆火团的啦吼，这是个火团豆。和我所理解无共啊。为什么我讲和我所理解无共呢？嗯，铁火炭豆是斯密托里，所以是照你看起是就是你堆火炭的篮尔，顶篮。伊这个解说是讲，嘿，对，走无去。伊解说是讲叫做挑火炭的豆，所以我就当作是嘿，挑火炭吼。嘿，挑这个动作呢，你知影哦，刷挑是啥物件？你知无？刷挑，嘿，迄是啥物？刷挑就是诶沙场，那是啥？华语要安怎讲啊？嗯，华语要安怎讲？刷挑，刷挑，你若知影刷挑，你就知影挑这个动作啥物意思吼？小等下，这就是刷挑。原来即个物件叫做刷挑，嘿，你若伫咧做营造的人，绝对知影；你起厝的人，绝对知啦吼。用这来，当然刷挑两种，一种是平的，一种是这种尖的啦吼，拢会使，拢叫做刷挑啦吼。原来是安尼挑，了解，挑迄个动作就是对你用这来你吐刷的时阵，就是迄个动作叫做挑。原来是 OK，安尼，嘿嘿嘿，挑过来，咱转来看这个挑哩，THIO，嗯，挑用尖头的物件。嘿，甲伊起来，对，用白啊等等去卡，或者是用嘛叫做挑，我是毋知啦吼，我敢若知影刷挑尔，所以其他挑拢无解清楚。用火挑挑火夫，这我会当理解，这当人安尼讲我都听有吼，因为我知影刷挑迄个动作嘛，所以我知影挑火夫啥物意思。是，飘花呼，对，好，其他就含迄个无关系，也是另外意思吼。
嘿是，所以即个拄则讲甲用挑火炭的斗，我着当做是一个物件用来甲火炭挑出来安尼。结果看毋是啊，伊就是迄个刀也是嘿，就是一个堆火炭用的物件嘛，吼。OK，咱讲来即个火斗吼，其实嘛毋知影啥物意思，但是毋是毋知影意思，知影意思，因为就是用这来照明的嘛。嘿是，要袂倒来，所以就举火斗去遐吹嘛，吼，所以一定要用这来烧光安尼就对啦，吼。是，其实生活相款咱毋知尔，吼。好，就举火斗去遐吹，好，继续，好，继续就好，到水墘无看见囡仔，看见有火掠哦，了解，有火掠滴，好，滴，对，嘿啊，对山顶起去。OK， 对山顶起嘛，吼，本来是起嘛，吼。变对山顶起，嘿，就是山顶爬起，叫做对山顶起。山顶爬起，好，我来记一个。山顶爬起。你若写汉字就是起嘛，吼，起来迄个起。是。这个是。嘿。去回迄个去。好，对山顶起就是往山上去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对山顶起，就顺回路，顺回路停就山，迄个回路敢就是迄个行路迄个路？应该是。停是啥物意思？停就山。毋知呢，为什么叫做停？我毋知呢。上山当然理解了吼。停。迄个停就山。停是啥物意思？停当然都咱都知影意思啦，伊就是。停就是停，那是停迄个休困迄个停。我毋捌用即个字去。毋过有停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讲停悬、停真悬迄个停。对，迄个。嘿啊，为虾米？毋过即个我拢叫是讲迄个像烟啊，也是烟，也是烟，也是虾米风嘿，也是会飞物件，毋是人。停就山。看着我。是啊。OK， 我哋就是爬悬起吼，或者是爬悬起的，看起来即个意思。好。OK。好。就顺火路停就山，到山顶看见用脚筋吊鞍伫树顶，手摇徛一支刀，刀啊有火，透开一个看，颔棍对前面拄三空，拄无死。拄三空，拄三空，对，爱变调拄三空，拄无死，搁用吊的，爱是读本调，用吊的。我会安尼读啦，搁用吊的，嘿。用吊的，嘿，轻声吊的，伫山尾
伫山尾，伫山尾溜，溜伫山尾溜。哦，再爱连做伙山尾溜。等一下，伫山尾溜，又来，过来。伫山尾溜，乌天暗地，搁歌搁歌唱，了解，搁歌唱，出声啼哭。我囝话，你太会来遮咧。好，哇，刚刚变做恐怖 horror。嘿啊，我够恐怖的啦！我看到这只惊一个啦，我想讲，这是树囡仔哪会做这种代志哇？系啊，为什么写个遮来，就恐怖？系啊，听真恐怖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讲啊，哪的朋友来讲的故事啦，吼。哦，是。嘿，好，原来是伊恐怖的故事安尼。伊的爸母看见日直暗，还袂倒来，就行回道去遐找，到水墘无看见囡仔，看见有火热直，对山顶去，就顺火路停上山，到山顶看见用骹筋吊颔伫树顶，手摇夹一支刀，刀啊有火。头开一个看，颔棍对前面拄三空，拄无死，阁用吊的。伫山尾溜乌天暗地，阁寒气，出声啼哭。我囝话，你太会来遮咧。迄个头开是啥物意思？头开看，嘿。头开一个看，因为伊等下吼，头开一个看，颔棍对前面拄三空嘛。伊颔棍本来是用迄个骹筋吊的嘛，所以你看袂到。对。头开才看到，嘿。好，我来看，迄个头开就是甲迄个颔棍骹筋甲头开嘛，嘿。好，一个我来。迄个山尾溜，因为伊爬去山顶嘛。所以山尾溜就是山顶的意思。对，嘿。我来记一个。讲树尾溜就是树啊上顶的迄个 tip， 叫做树尾溜。好，山尾溜，好，我来记一个山尾。山尾溜去年找无？我来看。应该无啦，因为有呢，你找尾溜。山尾毋过伊收的腔口是山尾溜。嘿，对，尾溜嘿。收第二点就收山尾溜这个音，我甲伊记起来。山尾溜，好。即嘛即种南部腔甲主流吼，其实较早是北部腔吼。我嘛袂去读尾溜，拢讲尾溜。尾溜。其实我是讲无溜啦。无溜。好。我讲无溜。猫啊无溜。好，就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所以敢若有山无溜尔，我用即个称号去查，敢若山无溜，无别项无溜啊。咪是。我讲啊，对啊，无别项尾溜，敢若山尾溜。其他若是动物的尾溜，咁就是直接讲是啥物动物的尾溜安尼。当然，嘿。嘿，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是。好，迄个声对山尾引落山骹，迄个引是引第七条引，嘿，引落山骹，引敢就是对应，毋是啊，引。毋知咧，我毋捌用即个。伊讲是 echo 的意思。引落山骹。我袂晓用咧。毋捌，真是我毋捌即个字。对，我毋捌安尼讲，引来声引倒转来。嘿。我毋捌用即个字。嘿，我嘛是。今日才学着，嘿，引吼。嘿，引。
好，就是引落山骹嘛吼。引落山骹，好，互人听着会清。那阵基甸的尾仔囝约旦，约旦，好，基甸的尾仔囝约旦，徛伫基里心山，基里心山，是咧就做山骹的西匠人，嘿，对，汉字是事件的吼，表示的哦，迄个好，刀剑的剑吼，事件，这是嘿，讲中文话本的翻译吼，叫做事件。小说个是圣经的迄个讲法，西匠人，好。好，等来过来查西匠人迄个声，迄个声够野通惊，好，了解意思，啊，毋过就是迄个圣经迄个圣经的名你较毋知无熟影，啦完全拢毋知影。即个巴克咧办圣经的翻译，伫个即个名吼，人名地名的部分哦，足奇怪。我感觉伊敢若是拢直接对和合本的即个名直接来用，直接甲翻做台语安尼尔。是。安尼就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本来迄个翻译是迄阵传教士伫个即个应该是北平啦吼，伫个应用北平的，就是伫个北京迄附近啊，应用北京的官话去翻即个人名地名。所以迄个翻译吼，你若用迄个中文，用迄个北方的官话去读，其实较离迄个含即个原文可能较接近。你搁因为透过华语，对华语搁翻做台语，搁翻过一遍吼，声音有就走去。对。譬如讲 Jesus， 其实较接近的音应该是耶稣啦吼。迄个西班牙语是 Jesus， 其实 Jesus 嘛是走精去啊，就是走去英语去啊。对，英语的 Jesus 嘛是走。原底应该是希腊文对不？应该是耶稣。希腊文，对，原底应该是希腊文 Jesus， 可能是耶稣应该。可能耶稣啦哈，应该是耶稣啦哈，就是华语的翻法才对啦哈，耶稣啦哈。结果巴克利班国家用这个直接用迄汉字读做台语，叫做读做耶稣，迄个差108000里啊！真正完全走转去。是。相关啊，对，所以这个人名地名，这个巴克利班的翻译实在是讲实在是足害，我是感觉足害，就是直接把华语的名摕来直接翻安尼。介好的翻法。无应该啦吼，但是我嘛毋知为虾米当巴克利班会安尼。所以你看这些这个名吼，你看基甸，是。我记得伫个和合本是基甸。好。就是伊甸园迄个甸，基隆。是，有找到这个故事啊。基利心，是。基利心山约旦那就是约旦是。其实这个故事我无介清楚。我有找到一个。因为这故事咧事件的迄个原文是对，事件事件。你看事件和事件，佮差一寸啊，差一字足大字的，就是迄个节剑甲剑吼。我毋知影原文是剑还是剑，我相信应该是剑吼。我先来查事件好了，这地名。希腊圣经迄个原文吼，因为应该就是迄个情形嘛，就像你讲的是，甲迄个华语的音较接近。剑啊，对，毋过就是像迄个 chain 迄款的音。所以是 sicken 嘛，是 sicken 啊，所以
其实我是啃嘛是会使，咸嘛是会使，但是是安怎讲呢？就是台语的咸吼含即个，因为台语的即个汉字台语是 IAM 的音嘛。你若今仔日是见面，迄个见就无共啊。系啊，见面的见，台语的发音是见，安尼就系啊，较接近，较接近啊，系啊，会较好。对啊对啊。啊，伊就直接甲即个华语，你看安尼看嘛，知就是真正甲迄个和合本即个剑摕来用啊，是，是剑。系啊，的确是怪怪的。啊，无就应该叫事件嘛，对无？啊，事件伊较好，伊偏偏就是事件嘛，啊，剑就绝对是摕即个汉字来用的嘛。系啊。OK，这是地名啦吼，事件啊，基理心甲基甸吼，基甸的第三囝叫做伊讲叫做约旦，约旦嘿。基甸吼，那无应该是即个基甸吼，基甸吼。讲是希伯来史书伊故事记载伫旧约圣经史书记内底，基甸是玛拿西支派阿比夏族人的约阿斯的后生，伊按照上帝指示，拆毁巴勒斯坦这段，派人联络阿瑟、西布伦，然后他哋等等支派人到底去对付就算对了，了个这个约旦河准备进攻以色列、米甸人甲阿玛利人，最后基甸对3万人将选出300勇士代表米甸。这故事我是有小可印象。伊这个人要拥立伊甸做王，但是伊拒绝，一生除了真侪妻妾，生过真侪囝儿，敢若后生就70亿咧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基甸的后生约旦到最是佮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唔知，第三囝约旦，无，敢若讲这是约旦河。嘿。啊，我真正袂记啊，我嘛唔知。哦，基甸的正囝互相，我看内底有讲到约旦。无。你敢有查着？啊有一个故事，啊，毋过伊讲啊无遐尼详细款。嘿啊。约旦。讲是基甸死了后，伊个囝啥物亚比米勒，伊个亲王嘿。伊个杀死家己个兄弟安尼。是哦。啊，毋过即个说阿明无讲着。比列，阿比米列。阿比米勒。那阿比拉罕。约旦。因为我拢读8克咧班圣经，所以即个人名台语我叫会出来，啊无其实我人是无。哦。嘿啊。阿比米勒，因为无讲到约旦啊，第三囝约旦。好啦，歹势这无介重要。话题就是讲伊第三囝安怎伫遐哩。那即段我甲读一遍吼。你心酸好。迄个声对山尾，引落山骹，互人听着会清切。那阵基甸的尾仔囝，毋是第三囝吼，尾仔囝约旦，徛伫基利心山，伫咒诅山骹的示剑人，迄个声够遐通惊。歹势我去查一下即个讲约旦伫个基利心山吼，我来查一下基利心。嘿，基利心山，伊讲是山伫示剑的西南。西南方吼，基利心应该是就是你，我都袂记。利心，嘿，心是心中的心，感谢款。啊，对，安尼。对，即个。基利心山约旦，无查着。
吉利心山当然我知啊，是约旦，伊后是约旦，别吉利心山救助迄个事件人，我都毋知啊。OK，好，这无重要哈。一定是事件人无信上帝，所以袂爽，伊就伫咧山顶救助伊啊。哦OK，青琴，我想要找这个青琴。歌琴理解啦。头前有歌琴甲青琴，你感觉歌甲去青笋迄款感觉？青看觅青琴。这个琴你知啦吼，就是练，伫台语的意思是练。有进前恁有讲过。哦，庆饭，讲伊迄个庆饭，对，迄个。我食庆饭等你吼，这个庆饭。哦，炒冷饭，是。台语无冷饭，干到庆饭哦。庆饭。OK，所以青琴 CHHENN，青琴看有无？无这里。看觅嘿啊。我是倒位拍毋着。青琴啊，敢是青琴？爱迄个代理店收的音片，应该青琴，起加仑笋，哦，敢是加仑笋？非常激烈，青琴风起加仑笋，起加仑笋，非常激烈，起加仑笋，这含定我哪有关系啦吼？青琴，含定也是就惊，就惊迄款。青琴风非常冷，非常。所以青庆风景语就是华语讲的。嘿。那个。青庆风。寒风。哦，是。嘿。寒风冷冽，哇！哦，是。嘿。听到，甲会青青起来。甲会青青。听到甲会，这是你翻啥物我都看无。青青。哦，听到甲会青青起来。青哇，无啊，无即个解说，无即个哦，有两页，我是毋是去点着呀？这边才有青青啊，青青风，听到狗会青青起来。听到狗会青青起来，吼。就是听甲会青青，你即码人可能会成即个对啦吼，听甲会青青起来，吼，安尼讲。你讲法。好，青青就是安尼。好，青青、青青，好。咱继续。继续吼，后一段，人生是小大小大的人，听一个听这个故事，心肝真胆寒。是，你嘛是哦。哎呀，好足有画面的迄个。嘿啊，我嘛感觉足有画面。哦，看啊，错一个，我自细汉定咧饲牛，我定咧饲牛，含一群饲牛囡仔咧饲牛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迄画面是足真诶，就一个囡仔讲恁我要等下就下汉子要教恁先行。那我后一个画面切到遮，我就较恐怖诶啦，惊一个囡仔掉岛自杀咯。哇死！咱个出去，你要个读无？个一段，好啊，搁继续读好啊。好，半暝后想要去便所，因为三里真远。三里是啥物？三里真远。应该是三里真远啦。这个三里应该就是离开真远，就是迄个便所离。哦，了解，离三里真远，了解。又搁暗头咧讲钓豆的囡仔，钓豆是啥物？钓豆就是我讲钓豆，伊讲用刀。等下我查一下为什么伊用这个无共写标？讲钓豆啊。钓豆又是啥物？钓手。
手哦，刀不，但是刀你手啦，钓刀头啦，哦，领头头的意思。不是领头迄个头，领头拿刀迄个刀。哦，拿刀迄个刀。但是哦，钓刀有人是安尼写的，汉语有人安尼写，但是基本是钓刀。安尼我真正钓刀无看到。I 对，还是我 I A U 嘿。伊个钓的条是第7条是里头一个字，伊写做 T A I 去啦，I A 才对。T I A U 第三钓刀。毋过找第7声就找有啊，第7条钓刀。我说阮读毋对，钓刀。钓刀，但就毋知影迄个刀，伊嘛无写汉语，毋知影迄个刀的意思。钓刀上后骹。就后空。后骹，伊即个例句啦，钓刀上后骹，陷入更较深的困境。钓刀结果上后骹哩啦。钓刀上后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毋知影。动作当这个然是动作真，这个解说，当然咱知影意思，但是这个动作咱无法度理解。系啊，真歹去钓刀上后骹。我大约我知影钓刀上后骹，大约是啥物？咱先看钓刀，伊用这个汉语用这个刀哩。所以阮较早讲钓刀其实是走蛇去。我无确定咧。但是真正无啊吼。哇，这边有无？T I A U 第三声 ，T A U 第5声有。钓刀哦。第7声。5条。拢钓刀咧。我看找台语嘛，拢是收第7条，第7声。OK，安尼阮较早读走蛇去吼，钓刀。钓刀，嘿。我咧摇啦吼，钓刀上后骹。就是你钓起来，结果你后骹搁伫遐吼。就是你捏骹尾了后，搁捏骹尾，搁会当经调就对啦。变成讲你即摆要放啊，毋是毋放啊，是啊放是啊放。OK，钓刀上后骹。OK。好，继续转来读吼。钓刀的囡仔想着煞直惊起来，好，毋久袂暗地，暗地是啥物意思？袂暗地。本来是安。袂安，咁就是安静的意思。安。毋过袂安地。你继续读来互因为我嘛毋知是啥物意思。好，袂安地想着宿舍后有别人做厝边，伫因的厝角头有啥物？有一模人外悬的树啊。会使有迄个画面啊，有一模人外悬的树啊，真心就开门伫遐就伫遐就里边迄碟半暝后3点钟。了解意思。OK， 所以这讲想着煞直惊起来，毋过袂安地。会使知影，会使想着迄个意思，应该就是挡袂牢，就是对。真正爱去变数的意思。毋过暗地即个就是我无真正毋捌读过即个词暗地。暗地。袂安。安应该是安啦。第7条哦，所以爱读本调甲轻声哟。袂安地。好。袂安地。安。袂安地。哦，
那是用找地记去找白安迪这三个字，斗阵找到有一个 Marino 有修是 can't be put off， 袂使个做。安尼了解，安尼了解，因为你看对了，这个安利吼，有迄个翻汉，互我个小个翻汉哦，了解。你个互我按10日好无？就是，譬如讲，人甲你讨钱，啊，你手头无钱，你讲啊，个互我小按一个。是。拢会安尼讲，个互我小按一个，我明仔载都现金了，我就用伊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用即个按利，啊，袂按利就是无法度通个拖延嘛，所以你按就有迄个拖延的意思。法度是了解，宽限好。所以了解。尤其是你爱晓即种讲法，啊，互我小按一个。按一个，好。好，来即段我个读过，咱就来结束。人生是小等的人，听即个故事，心肝真胆寒。半暝后，想要去便所，因为3里真远，又搁暗头伫讲钓豆的囡仔，就煞直惊起来，毋过袂安定，想着宿舍后有别人做厝边，伫因的厝角头有一棵人外悬的树仔，真想就开门伫遐就离便。迄点半暝后3点钟 ，OK。好，了解。咱后回再对这3点钟搁读去看伊，搁发生啥？了解，好。这本小说真足趣味了，有写拢会插一寡各种各种的故事拢有。OK，伊嘛无讲迄个饲牛囡仔是啥物人杀的。就是敢若一个故事。有淡薄仔好现。